OK，成本高咗，供給跌咗，所以成條線向上移，標翻 S1 至 S2。下一步根據幅圖，你個價錢就係上升咗 P1 去 P2，均衡數量由 Q1 落翻去 Q2，咁所以係下降。呢度同以前嘅工商嗰邊係完全冇分別嘅，一樣。OK，唯一多咗嘅，佢問你點解個負擔係咁，咁你就要講翻，當呢個就係嗰個條件啦。係啊，喺咩時候我哋嘅消費者嘅負擔係會比較細嘅呢？咁我哋就話，因為需求彈性比較高。OK，咁所以消費者嘅稅項負擔咧就會少於生產者的負擔。OK，好，畫咗 P2、Q2 之後，跟住我哋準備喺 Q2 呢一度揾翻個 S1 呢一點。喺 Q2 揾 S1 就會揾到 P3。好啦，所有線齊備啦，配翻先。稅上升咗，OK，數量下降咗，價格上升咗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會有，OK，有呢個消費者負擔、生產者負擔。咁喺隔離就要標示翻兩個嘅負擔。好，負擔完咗之後要點啊？因為你而家好明顯，你想話俾人聽，消費者嘅負擔大於生產者。好，咁所以最尾你要寫翻邊個大於邊個。